我呢位何偉先生嘅講座啦，主題係咁，我係靈火天地嘅小玉啦，可能喺 Apps 都同大家聯絡咗嘅，好開心見到大家。咁我哋今次嚟講咧，其實咧就真係好榮幸嘅，因為咧阿 Donna 咧今年咧係第2次係啦嚟到呢個靈火天地講佢嘅講座。咁個題目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咁我希望大家喺個講座完咗之後咧，都可以攞到一啲新嘅信息同天主嗰份關聯嚇。咁另外咧就好多謝頭先幫我哋玫瑰呢個5位玫瑰嘅天使啦，咁同埋咧就多謝晒阿 Rose 今日幫我哋帶呢個讀經嘅，多謝晒你哋嚇。咁基本上咧，我哋靈火天地咧，其實呢個地方咧就好多唔同嘅渠道，或者好多嘅靈修上啲分佈嘅。咁頭先都有啲朋友問到我，咁不過而家咧就唔講啦。咁完咗之後咧，我哋交俾我哋後面嗰位啦，阿陳樹培先生。咁唔該晒佢咧，幫我哋做錄影嘅。咁培哥都係我哋呢度靈火天地嘅負責人嚟嘅。咁所以有啲咩認識啊，或者需要投資咧，咁陣間都可以同阿培哥傾下嘅。咁而家或者我交俾阿 Helen 啦，或者出嚟介紹下少少關於阿 Donna 嘅少少嘅資歷，好唔好啊？唔該晒。我諗都唔好繼續或者講幾句啦，講俾佢啦。問一問先大家好啊！請問有邊位係第一次嚟聽 Donna 嘅講座咧？哦，咁都要講下喎，因為佢好謙遜嘅嚇，咁佢就但我哋都係天主嘅事工啦，我哋希望能夠發揚光大，讓更多嘅信友得益。咁因為我哋都要約略介紹下佢嘅嚇。咁 Donna 姊妹咧係香港人嚟嘅咁啊。咁早年係移民咗澳洲墨爾本，咁並且咧喺嗰度嘅神學院 Yarra 係嘛？神學院畢業嘅。咁聖經係佢其中一個重點嘅科目啦。咁我哋感謝天主喺呢26年來咧，佢喺嗰邊嘅華人信守團體，墨爾本華人信守團體咧係負責查經，帶領查經嘅。咁當地咧呢個事工咧，呢個聖神嘅德能同埋教嘅熱誠，聖神帶領咗咧，係現在開設咗好多嘅查經班，已經成為一個好好嘅風氣。咁我哋香港咧，現在要希望追翻上去嚇。咁喺呢咁多年來咧，Donna 將佢嘅心血咧係有好多嘅資料係積存咗嘅，咁所以咧佢就希望藉着編撰呢一本《馬爾谷伴我行》呢本書咧，係能夠讓新洗禮嘅信友繼續加深鞏固認識佢哋嘅信仰同信德嘅，咁而亦都係為福傳事工提供一啲參考資料。咁呢本書咧係感謝天主，蒙陳志明副主教咧係核准，而李志忠先生咧係審閱嘅，亦都係董思高聖經中心咧係出版嘅嚇。咁希望喺福傳事工上面咧能夠對我哋有所幫助啦，同埋裝備我哋啦咁樣嘅。咁至於佢今次咧，其實佢唔係第2次嚟，都靈火係第2次。咁曾經咧喺10幾年前咧，已經喺主教座堂咧係同埋好多唔同嘅教堂咧係開設過聖經研討會嘅。咁最近呢2年咧就感謝天主繼續開花結果。咁喺主教座堂啦、聖安多尼啦、進教之佑、聖母聖衣堂，同埋咧係董思高聖經中心同埋靈火係繼續咧係擴展呢個事工。我哋睇見天主聖神無形之手咧喺度帶領緊呢個事工嘅嚇。咁點解佢嘅講座會好多時咁受歡迎咧？咁我個人感受咧就係喺呢個大時代，咁Donna姊妹呢個平信徒嘅身份，我同我哋一齊咧係面對呢個時代嘅衝擊，同埋係好多嘅試探。咁佢個人嘅寶貴經驗咧，好多時能夠舉一啲好活生生、好貼切嘅例子，讓我哋唔係好多時睇到聖經表面嘅意思，而係深層讓我哋體會得到究竟天主嘅聖意要我哋係點樣做咧？唔係話自己
諗下咁樣我做咗就叫做 OK 啦咁樣。咁好多時令我哋恍然大悟，同埋令我哋咧係有一個新嘅思維去學習睇聖經嚇。咁佢做到就係呢點，好多時令我哋咧係有一定嘅親切感啦，同埋認同感，因為佢都係一個平信徒，同我哋一樣嘅，係咪？咁所以咧，我個人嘅體會就係咁樣樣。咁希望大家一陣間咧留意聽佢講嘅時候咧，你哋或者有另外一啲體驗，或者同我嘅體驗都會相似嘅嚇。咁我哋再一次咧係歡迎Donna姐妹。多謝 Helen 介紹啦。其實我好開心，因為每次喺靈火見嘅咧，都係唔同堂區嘅弟兄姊妹。有啲識咗好耐，有啲識咗唔係好耐，但係我認得你哋個樣嘅。呢位姊妹上次你坐呢度附近，我認得嘅，但係名就唔認得。係啦，不如開始啦，因為我成日都同啲姊妹哋講。識咗我嘅就已經係識咗我啦，唔識咗我即係未識我嘅咧，就不如講完就識咯。所以係啦，我哋不如都開始祈禱好嘛？我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我哋天上面嘅父親，你係創天造地嘅神，你用愛嚟到去招聚我哋，你用愛嚟邀請我哋，擺低世俗嘅煩囂事。今日係星期六，能夠喺中間呢一段時間，大家擺低所有嘢嚟到一齊，豈唔係你自己用愛嚟到去招聚我哋？多謝你俾我哋有教會，俾我哋有弟兄姊妹，以至到我哋能夠扶持喺好日子裏邊，我哋有得分享；喺艱難嘅日子裏邊，我哋得着支持。主啊，求你真係興起當中凡愛你嘅弟兄姊妹，因為喺末世嘅時候。你需要嘅係更多愛你嘅而忠心嘅工人，求你興起佢哋，用你自己嘅聖言，用你自己嘅説話嚟到去建立、去造就、去祝福、去醫治。多謝你今日俾我哋呢個機會，多謝唔同教區、唔同弟兄姊妹，特別今日係靈火嘅工作人員，多謝佢哋俾呢個機會我哋大家，求主真係親自去祝福佢哋嘅勞苦。我哋以上所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好啦，我哋不如都開始啦。有聖經嘅咧，我哋大家可以揭開希伯來人書11章。我哋今日係查，主要係查第1節。打直嘅聖經係1894頁。打橫嘅唔知道，希伯來人書打直嘅聖經係1894，打橫嘅不如揾一個快捷嘅打橫，然之後話俾我哋聽嘅 page 幾會唔會好啲咧？2258啊，唔該，2258。大家知道嗰個今日嘅主題係叫做何謂信德，係咪啊？咩叫信德？信德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好重要嘅德行嚟嘅，喺天主裏邊。但係咧就唔係話你中意點樣解信德你就點樣解，我中意點樣解就點解，唔係。我哋走翻入去聖經裏邊睇下天主點樣解乜嘢叫做信德。信德嗰個內容到底係乜嘢嘅內涵我意思，即係或者信德嗰個嘅一份態度，呢份乜嘢嘅態度咧？我哋不如就走翻去聖經裏邊去睇，好唔好啊？咁今日咧，我就同大家睇呢一個嘅話題。好，大家見到之後咧，我想讀一讀，我自己讀一讀第1節啊。咩叫信德咧？咁信德係所希望嘅事嘅擔保，係未見嘅事嘅確證，就係呢句啫。簡簡單單兩句。希伯來書呢個作者已經話俾我哋聽，信德係點解？
首先我想同大家講咩叫希望之事啊？嚇？未發生嘅嘢，但你好想得到嘅。OK， 因為如果已經發生咗，就唔係叫希望啦。OK， 咁咩叫未見之事啊？未睇到嘅，隱而未見嘅，簡單啲係我哋暫時都未掌握得到嘅嘢，對唔對啊 ？OK， 哇！你哋咁聰明嘅，而家唔查慣經㗎。嗱，經過大家咁有水準嘅分析之後，咁我哋根據希伯來人書11章，上文下理整體嚟睇咧。信德嘅解釋應該就係咁解嘅，就係話信德係人對一啲尚未發生、尚未實現嘅天主諾言深信不疑。佢哋相信嘅程度咧，甚至乎係乜嘢咧？就係將所希望嗰件事，佢作為好似發生咗咁樣，實有啊嘛，實實在在已經有。對嗰啲未見到嘅事物。佢好似已經有咗個證據咁樣，佢好似已經掌握到、拿捏到咁解，得唔得？所以咧，佢哋嘅程度，佢哋相信嘅程度，甚至乎就係頭先我哋咁樣講，係咪？未發生，佢覺得已經實實在在；未見到嘅，但佢覺得已經有咗證據。嗱，呢一份相信嗰份嘅態度。同埋呢一份嘅內涵就係叫做信德，得唔得？明白嗬？嗱，凡擁有咁樣信德嘅人咧，因為佢嘅心中已經有咗把握，心中已經有咗證據，就會為到佢哋所相信嘅嘢嚟到去努力生活，並且用行動咧嚟到去配合佢哋嘅信念，就好似雅各伯。喺佢嘅書信上面寫嗱，我唔揭啦，我驚大家揭得多，我讀俾大家聽，我相信大家好熟嘅。雅各伯講乜嘢啊？佢話：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説自己有信德，但係冇行為喎，有咩益處咧？唔通信德能救佢咩？即係救唔到咁解啦。佢正如身體冇靈魂係死嘅，如果信德冇行為，亦都係死嘅。大家聽過呢幾節經文嘛？聽過嗬，冇錯，喺雅各伯書2章14節同埋26節。咁大家想嘅抄起佢可以翻去睇。嗱，簡單嚟講，總結嚟講，人嘅信德唔單止係停留喺頭腦嗰個思維層面上面嘅，而信德係會咩咧？係會因為你嘅相信嗰件事，你努力喺嗰件事裏邊，你嘅行為配合喺嗰個信念嘅裏邊，以至到你喺平日嘅言行當中都點啊？都表現到出嚟，認唔認同咁講啊？簡單啲，我信匯豐銀行好穩陣嘅咁，但係你嘅錢係擠咗去恒生銀行喎，有冇咁樣嘅咧？唔會噶嘛，即係你信嗰個銀行，你咪擠喺嗰個銀行咯，就係咁簡單，得唔得？嗱，如果你哋聽聽下有邊度覺得唔明，棘實咗，你一路都能夠暢順地明白我嘅咧，你哋舉手，好唔好啊？我哋好似一家人咁就得㗎啦。係咯。好啦，我解咗最基本信德嘅定義咧，其實已經係講完今日個主題啦，因為已經係嗰節啫嘛，係咪？咁但係咧，我而家咧同大家睇下希伯來人書呢個作者，佢寫第11章。或者佢寫呢一啲嘅書信有乜嘢嘅目的咧？咁大家會對呢一本書有啲陌生係咪啊？好少睇希伯來人書係咪？係啦。希伯來人書嘅作者咧寫呢張書嘅目的咧，其實佢係為咗要激勵同埋鞏固當時正受住信仰迫害嘅信徒嘅，使佢哋喺艱難喺嘅試煉當中咧，能夠好好保存佢哋嘅信德。於是乎咧，佢就引用咗舊約唔同嘅信心嘅見證人一啲嘅生活見證，講明俾佢哋聽，呢一班信心嘅見證人、信德嘅見證人，係因住佢哋嘅信德，就獲得到天主嘅褒揚，獲得天主嘅賞報。
所以最後大家如果留意喺11章嘅尾結尾，佢一路係咁列咗唔同嘅人物啊，由舊約又係咯，一路列到去11章尾嘅時候咧，大家睇到佢11章嘅尾嗬，揭兩版揭一版，佢就咁樣鼓勵信徒啊！大家睇到12章第1節嘛，基督是我們堅忍的模範，睇唔睇到啊？睇到哦。即係意思話喺第11章由第1節去到第尾嗰節咧，佢一路其實就係舉一啲舊約唔同嘅人物，係嘛？話俾我哋聽嗱，呢班人啊就係有信德㗎啦。呢班人嘅信德內容係點樣咧？咁佢有少少解釋係少少啦。咁係因為點解要解少少咧？因為佢唔使解多喺以色列子民嚟講。喺猶太人嚟講，佢哋太熟佢哋嘅祖先嗰啲嘅生平事蹟啊，係嘛？佢哋嘅信德到底係點樣啊？佢唔係要嚟解釋，佢要嚟提醒嘅啫嘛，明唔明我意思啊？到我哋而家中國人要再睇翻呢啲人物嘅時候，就要解釋啦。就係我陣間嚟緊嗰個零鐘咧，向大家解釋嘅。咁所以大家睇佢舉完晒所有例子之後，到12節佢就話俾呢班當時嘅信徒聽，佢話乜嘢啊？第1節去到第4節啦，12章1節至4節。所以，我們既有如此眾多如雲的證人圍繞着我們，就該卸下各種累贅和糾纏的人。的罪過，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雙目常注視着信德的創造者和完成者耶穌。他為那擺在他面前的歡樂，輕視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寶座的右邊。你們要常想他，所以忍受罪人對他這樣的叛逆，是怕你們灰心喪志。你們與罪惡爭鬥，還沒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佢最收尾咧，好似有個細細啲嘅總結，話俾我哋聽係乜嘢咧？佢意思即係話，你睇下，我哋有信仰裏邊咧有咁多嘅見證人，咩見證人啊？信德嘅見證人。於是乎我哋就點啊？我哋就簡單啲拍下心口，堅忍以堅忍嘅心跑我哋面前信仰嘅旅程。雖然呢個旅程係艱難，呢個旅程係會崎嶇，呢個旅程係有好多嘅逼迫，但佢話我哋要堅忍嘅心去跑呢個嘅路程。跑嘅時候點啊？雙目注視在着我哋有一位為我哋信德創始成終嘅耶穌基督，係嘛？然之後佢話主點解會佢自己都走完呢條艱難嘅道路咧？佢一路咁樣解俾我哋聽，係嘛？佢話你哋唔好灰心喪志，你哋同罪惡爭鬥，同嗰啲咁嘅引誘啊、鬥爭，你哋都根本未去到流血的地步，係嘛？明唔明嗰個意思啊？所以我話俾大家聽，11章即係希伯來書11章，其實佢係想用咁多嘅證人，舊約咁多嘅證人去話俾我哋聽，我哋要點樣堅忍？你要學佢哋嚟到走你一條信仰嘅道路，唔易走係唔易走，但係你要學佢哋咁樣嘅態度走，得唔得？明嚇？所以尾12章咧係一個嘅少少嘅解釋。嗱，我為使到大家更深入對信德呢一個態度，我呢個德行有更深嘅了解咧，我就嘗試咧喺11章咁多個人物當中咧，我揀咗2個人物，好嘛，同大家分享。我係以佢哋少少嘅生平事蹟嚟到去一齊嘅去探討一下，到底點解希伯來人書嘅作者會讚佢哋咧？會讚佢哋嘅生命喺一啲事蹟裏邊表達到佢哋對天主嗰份嘅信任。
我哋一齊去學習，以至我哋真係好透徹明白乜嘢叫做信德，好唔好啊？明啊，到而家為止明啊嘛。4點好厲害，我知道。我咧揾咗2個人物，第一個人物叫做諾厄，第二個人物叫做亞巴郎，大家都識啦嘛，係咪2個人？好，我哋首先睇諾厄先，諾厄嘅信德。喺呢件事上面見到諾厄有信德咧，因為諾厄成世人咁長，係咪幾百歲點分享得咁多啫？我仲有1個零鐘，咁所以咧我只係揀喺諾厄嘅生平裏邊嘅一個事蹟，嗰個事蹟就係咩啊？大家都熟晒啦，佢建造方舟，好唔好啊？咁姊妹同我讀第7節，你哋呢張紙就有嘅呢個經文。因着信德，諾厄對尚未見的事得了啟示，懷着敬畏製造了方舟，為救自己的家庭。因着信德，他定了世界的罪，且成了由信德正義的承繼者。嗱，佢係1節經文嘅啫，得唔得啊？希伯來書11章7節係1節嘅啫。不過喺呢1節嘅裏邊咧，我分開2部分。第一部分係咩咧？就係話佢因着信德，諾厄對天主嗰個啟示有啲咩回應咧？透過呢個回應，天主話佢有信德喎，明唔明啊？咁我哋就睇睇第一部分，佢藉住信德，諾厄對天主個啟示有咩回應咧？咁喺呢處我逐句同大家解。第一句，藉住信德，諾厄對尚未見到嘅事得到啟示，佢得到啟示。我想問你喺呢一句裏邊，未見的事，天主啟示咗佢一啲嘢，咩嘢啊？未見到嘅呢啲嘢係乜嘢嘢啊？水，哇！大家都識嘅喎，但係可能有啲唔知嘅喎。我知道有一個朋友仔未查過經㗎，係嘛？都知啊！哇！好，我哋都啲樹冇印出嚟嘅，我哋就睇記得創世記第6章，創世記第6章。16頁，我哋睇我哋由第12節讀得唔得？由12一路讀到嗰段尾啊，即係22。天主見大地已敗壞，因為凡有血肉的人，品行在地上全敗壞了。天主遂對諾厄說：我已決定要結束一切有血肉的人，因為他們使大地充滿了強暴。我要將他們由大地上消滅。你要用柏木做一隻方舟，舟內建造一些倉房，內外都塗上瀝青。你要這樣建造方舟，要有300肘長，50肘寬，30肘高。舟上層4面做上窗戶，高1肘。門要安在側面。方舟要分為上、中、下3層。看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濫，消滅天下一切有生氣的血肉，凡地上所有的都要滅亡。但我要與你立約，你以及你的兒子、妻子和兒媳，要與你一同進入方舟。你要由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帶1對，即1公1母，進入方舟，
與你一同生活。各種飛鳥、各種牲畜，地上所有的各種爬蟲，皆取一隊同你進去，得以保存生命。此外，你還應帶上各種吃用的食物，儲存起來，作你和他們的食物。諾厄全照辦了。天主怎樣吩咐了他就怎樣做了。唔該晒，嗱，讀完呢篇經之後咧，大家就知道咩叫未見嘅事啦，係咪啊？未見嘅事有啲乜嘢咧？咁簡單啲就係話，天主將會用洪水消滅全地上面嘅惡人。至於幾時消滅有冇講啊？冇啟示俾諾啊。第二點。未見之事包括咩呢？天主將會拯救諾厄全家，同埋一切有血肉嘅生物當中嘅一公一母，係咪啊？最後尾呢個未見之事嘅內容仲包括咩呢？就係天主將會藉住方舟嚟到拯救佢嘅，而方舟嘅大小尺寸亦都喺啟示之內，得唔得？啊，呢啲就係啟示嘅內容。諾厄聽咗之後有咩反應啊？你睇下第七節講乜嘢啊？第七節講乜嘢？佢係懷着敬畏，係咪啊？第七節睇下有冇呢個字？佢聽見未見之事個啟示之後，佢個反應係懷住敬畏。咩叫懷住敬畏呢？就係話，雖然天主所啟示嘅係未見嘅事，但諾厄嘅信德已經確證咗。有冇到確證呢個意思啊？佢已經好似掌握得到呢啲事係一定會實現嘅，所以佢深深敬畏，不敢怠慢，把天主的吩咐全照辦了，係咪啊？係咪應該咁解啊 ？OK。佢懷住敬畏咩啊？做了方舟。諾厄順從天主俾佢嘅尺寸，嗱用行動咯喎。做咗方舟，我頭先咪講過嘅，信心係有行動配合啊嘛。因為佢信會發生，佢心懷敬畏，以至到佢用行動嚟到去配合佢所相信嘅，就開始製造方舟。不過呢個方舟係咪建造係咪一件好易嘅事啊？容唔容易啊？唔容易。諾厄喺呢件事上面要面對信心嘅考驗係乜嘢咧？咁嗱，我有少少嘅分析。睇下大家認唔認同啊，或者有咩補充嘅喎？點解係考驗呢？咁嗱，首先天主所吩咐嘅嘢係唔合人嘅情理嘅，即係如果你用人嘅邏輯嚟到去思考呢，我信唔過嘅。點解咁講呢？有一份文件指出，人類去到公元後，即係耶穌死咗之後，1858年。即係距離我哋而家係80年前啫，先至有咁大隻船出現。你知唔知佢嘅長闊高係咩咧？就係、我講長度先，係450尺，即係137 meters。闊係75尺，即係23 meters。高度係45尺，意思係14個 meters。大唔大啊？大家咁嘅腦想像下，諾厄一家實在用上咗100年嘅時間，先至將佢完成得到。因為佢一家幾多口啊？8口。點解大家咁難記嘅？你知唔知一隻船？我哋中國人嘅船字點寫啊？一個舟，即係船啊嘛，有8個口，一家8口去做呢一個方舟。佢用咗100年嘅時間，因為少人啊嘛，得嗰幾個係咪？所以呢件事呢個工程對佢嚟講咧，係近乎冇可能完成嘅事嚟㗎，係咪啊？不過諾厄嘅信德就好似細佬哥相信自己嘅爸爸一樣，呢個信德絕非建造喺合唔合乎人嘅情理啊，好似唔係好有邏輯喎，完全唔喺邏輯或者推理上邊，所以最後諾厄因着信
係使不可能成為咗可能。第二點，我覺得好難，即係呢個信心考驗係好難一件事係咩咧？佢做呢個方舟嘅時候，你知唔知係長期俾人嘲笑？點解會俾人嘲笑咧？喺某一個時日係完全冇洪水嚟臨過嘅跡象嘅，即係喺佢未有洪水之前係未有洪水咯，咁簡單。所以當諾厄長時期成100年喺乾地上邊去建造方舟，你估行過嘅人會唔會笑佢啊？嗱，傻仔啦！我哋都未有咁嘅咩叫洪水啊？你噏乜嘢啊？乜你咁傻㗎？明唔明啊？你笑唔笑佢啊？我諗你行過都笑下佢啊！如果佢邀請你一齊建造方舟啊，你制唔制啊？咪搞，我大把嘢做，係咪啊？明唔明我意思啊？今晚煲個靚湯，你屋企飲下好過啦。所以係俾人笑嘅。仲有，你知唔知佢係要好長時期喺勞苦嘅當中？諾厄嘅信德係要好似精金喺火當中長時間係熬練過嚟嘅，因為你可以堅持10年，你對主耶穌嘅忠心可以20年，即係對天主嚇，當時係天主，你可以對天主嘅忠心係30年，但你可唔可以因着信你對主耶穌嘅忠心係堅持咁耐呢？信心係用時間嚟到去驗證嘅喎，係咪啊？所以跟隨主唔係跟隨2日，係一世跟隨。仲有艱難在咩呢？佢係要付上好大嘅代價，無論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我都要付上好大嘅代價。其實可以話佢係應該付上咗整個人嘅生命上去，係咪啊？你掛住做方舟，幾個男人啊，梗係跌跌跺跺咁樣做㗎啦。嗰啲女嘅咧就仲要煮飯俾佢哋食㗎嘛，係嘛？煮完飯就拎過嚟俾佢，咁總言之一家上下頻頻撲撲咁嚟去做。咁或者佢自己都有一啲工作嘅，咁啊養下雞啊、養下田啊，佢都要食飯嘅，即係我估嘅，聖經冇講。咁啊佢糊咗口之後，有剩嘅時間咪做方舟咯。合唔合理啊？推測嘅啫，咁推測都要合理，你先岌頭嘅。所以諾厄嘅信德咧就係咁樣樣啦。仲有經文第7節最後有一句，即係第一部分有一句，佢話佢為救自己的家庭係咪啊？喺經文裏邊第7節，為救自己的家庭嗱，因為天主應許過方舟係使佢同佢屋企人得救㗎嘛。所以佢喺呢個信德裏邊咧，係懷住盼望。有冇盼望啊？有盼望。盼望乜嘢啊？佢盼望佢得救咯。呢個盼望就成為佢嘅動力，嚟到推動佢同一家將呢個使命完成。所以就喺信裏邊離唔開盼望嘅，對天主應許嗰個嘅盼望，得唔得 ？OK， 好啦，到第二部分咯。第二部分第7節嘅第二部分，我俾咗個名佢係咩咧？就係話因信成義啦。咩度啊？大家呢張紙有㗎嘛？我到而家為止，我已經解咗第7節嘅呢張紙嚇。因着信德，諾厄對尚未見到嘅事得咗啟示，懷住敬畏，佢就做咗方舟。點解啊？佢為要救自己嘅家庭，盼望得救，佢盼望得救。因着信德嗱，我到尾呢度啦。因着信德，佢定了世界的罪，且成了由信德得正義的繼承人。簡單啲就係因信成義，即係用我哋新約嘅術語就係因信成義啦。明唔明嗰個意思啊？佢由信德得着正義嘅承繼人啊嘛，就係聖保祿成日都同我哋講緊嘅因信成義嘅版本咯。意思即係話，因住信德，諾厄喺天主面前成了義人。喺新約裏邊，特別聖保祿宗徒對因信成義嘅教導係好詳細嘅。大家有機會嘅話，可以睇羅馬書4章嘅3節啦，18至22節啦，10章9至10節啦，
或者加拉達人書2章16節至到21節，加拉達人書2章16至21。不過其實有幾多個信徒係真係明白天主所要求嘅信德嗰個嘅內涵同埋特質咧？大家成日聽因信成義㗎，係咪啊？但係呢個信德嗰個嘅內涵同埋信德嘅特質，大家到底清楚幾多？所以睇起上嚟，希伯來人書呢個嘅作者，佢喺第11章裏邊，佢其實係不厭其煩嚟到再為信徒引證，使人成義、使人得救嘅信，到底係一回咩事？得唔得？嗱，諾厄嘅故事同埋佢嘅信德，我已經分享完啦。大家有冇問題？明我講，明我講。好，咁我就嚟到去睇亞巴郎嘅信德好唔好？亞巴郎咧，因為佢係太偉大啦，咁所以咧，我揀咗2個事蹟嚟同大家分享，好唔好啊？第一個事蹟係咩事蹟啊？離開家鄉，大家好熟啦，離開家鄉。喺呢件事上面點樣睇到佢有信德咧？咁咧，我又請咗啲姊妹同我哋讀，好唔好啊？喺啲書都有嘅噃，喺佢呢張紙嘅。亞巴郎離開家鄉嗰度，因着信德，亞巴郎一夢召選，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時，還不知道要到哪裏去。因着信德，他旅居在所應許的地域，好像是在外邦，與有同樣的恩許的承繼人伊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帳幕內，因為他期待着那有堅固基礎的城。此城的工程師和建築師是天主。好，緊講到。我哋又將呢一段嘅經文咧，又分開2部分。一部分就係因着信德，亞巴郎對天主嘅召選有咩回應咧？咁第二部分我又係咁樣嘅 pattern， 就係話佢最收尾係因信成義，喺天主面前成為義人啦，好唔好啊？都係分呢2個部分。咁第一個部分咧，我哋睇睇先。因着信德，亞巴郎對天主嘅召選有啲咩回應咧？咁第8節，我逐節同大家解好唔好啊？第8節，亞巴郎一蒙召選，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時，還不知道往哪裏去。OK， 我同大家一齊睇呢節先。嗱，呢節話俾我哋聽，亞巴郎一蒙召選咧，天主喺嗰個時刻，即係召選佢嘅時刻咧，就應承祝福佢嘅。祝福佢乜嘢咧？咁喺創世記12章嗰處咧，佢咁講嘅。不如我哋都睇啦，好唔好啊？創世記12章2、3節。22 page 22，打橫嘅25。唔該。12章1節至到唔係先1啦，由1至3咁樣。Page 22。上主對亞巴郎說：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住我指給你的地方，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為一個福源。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罵那咒罵你的人。地上萬民
都因你獲得祝福。唔該。嗱，呢個就係亞巴郎一蒙召選嘅時候咧，天主俾佢應許佢一啲嘅未見之事嚟嘅，呢啲係嘛？未發生嘅喎，未掌握得到嘅喎，冇錯。不過天主未俾呢啲祝福實現之前咧，要求亞巴郎做啲咩事先啊？離開佢嘅父親、家族同埋咩嘢故鄉係咪啊？往一個咩地方去啊？不知名嘅地方去係咪啊？好彩，好彩，全因住信亞巴郎就咩啊？聖經話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係咪啊？嗱，原來討天主喜悅嘅信德，佢嘅內涵係需要有以下一啲嘅特質，係咩特質啊？對於天主所啟示嘅事，雖然係未見之事，又唔係好合乎人嘅情理，又唔係好合乎邏輯嘅事都好，或者係好艱難嘅嗰樣嘢。不過有信德嘅人都願意咩人聽天主嘅命令，用行動嚟配合佢心中所堅信嘅，係咪啊？亞巴郎有冇起身啊？有。往嗰笪不知名嘅地方，即係意思話嗱，你去啦，你去嗰度我祝福你。咁喺人嘅情理裏邊，你會話啦，喂，如果你要祝福我留翻喺父家，你都可以祝福我嘅啫。明唔明嗰個意思啊？即係好似你香港人咁，如果天主要祝福你嘅，你住銅鑼灣又好，你住深水埗都好，佢都祝福你噶嘛。有咩理由話嗱？你而家咧就去一個地方。你入內地啦咁，入內地邊度話我冇話俾你聽㗎，總之我指你去邊，你咪一家大細去咯。咁你父親啊、母親啊留翻晒喺香港就得㗎啦。但係你而家去啦，你去我祝福你㗎啦，唔合情理㗎，有時似乜嘢咧？似頭先落厄一樣啊！叫你做一隻咁大嘅船，出猛太陽。叫你做一隻船咁長，即仲咁長時期先做得完嘅咁艱難嘅一件工作，其實合唔合邏輯、合唔合情理、唔合人嘅情理嘅，明唔明嗰個意思啊？呢個信德嘅內涵就係咁啦。雖然嗰啲嘢應許你嘅嘢係未見嘅事，係未發生嘅事，但係因住你信天主嘅説話永不落空，所以點啊？所以你而家就用行動嚟對配合，哪怕佢係不合情理，哪怕係好艱難先至完成到嗰個吩咐，但係信心就用行動嚟配合，成就嗰個吩咐，得唔得啊？我講完人哋嗰啲見證先，我哋先至翻返去我哋今日嘅信仰裏邊，好唔好啊？去睇下我哋今日嘅信仰，天主有冇應許俾過我哋？有冇吩咐俾過我哋？我哋到底信唔信？信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去用行動配合我哋嘅相信？咁樣嚟作一個反省，好唔好啊？所以講下人哋嘅先。點解我要講下人哋先咧？因為我要將佢哋嘅信德去剖析啊，去分，即係去好比較詳細嘅去解釋清楚。好唔好啊？以至我哋先能夠配合呢一個信德嘅內涵，套入自己嘅生命裏邊，嚟到去檢視我哋自己嗰份嘅信德去到邊個地步，明唔明我嘅意思啊？好啦，第9節，我哋而家睇第9節啦。佢旅居在應許嘅地域，好像是在外邦。與有同樣恩許嘅繼承人依撒格同埋雅各伯寄居在帳幕裏邊，因為佢期待的那有堅固基礎嘅城，此城的工程師和建築師是天主。第9節、第10節。嗱，佢嘅意思係咩呢？經文嘅意思嘅解法就係話，雖然天主應許俾佢同埋佢嘅後裔有廣闊嘅地域，不過呢個應許遲遲未落實喎。佢等下，等到依撒格同雅各伯，即係佢個仔同個孫啊，都出埋世啦。喂，佢仍然要喺嗰個所謂嘅應許嘅地
作客人咋，都唔係做主人喎嗰陣，明唔明啊？佢當地嗰啲客納罕人仍然係當地嘅嘅主人喎，佢仍然係咩啊？聖經話佢仍然係過住客旅的日子，寄居在帳幕嘅裏邊，即係仲未得到天主應許嘅嘢，等咗好耐喎，等到仔啊孫出埋世喎。不過亞巴郎冇因為咁樣就對天主嘅未見之事，佢嘅信心動搖。聖經話乜嘢？因為他期待着那有堅固基礎嘅城，呢個城嘅工程師同埋建築師係天主。簡單啲，佢喺信德當中仍然有盼望。佢嘅盼望係乜嘢啊？就係話我始終等有嘅，天主話俾我聽有。我而家等緊呢個城嘅出現。呢個城咧唔係客納罕人咧，係建築嘅城嚟嘅。呢個係天主親自嘅建俾我嘅城嚟嘅。等啦，明唔明嗰個意思啊？佢個信心咧係冇因為遲未得，於是乎動搖。繼續嘅13節佢點講？這些人懷着信德死了，邊個死了啊？即係亞巴郎又好，佢個仔伊撒格又好，懷住咁樣嘅相信，懷住咁樣嘅盼望，等到幾時啊？等到死咗啦！懷住信德死了，有冇獲得應許啊？冇，聖經話冇，只由遠處觀望，表示歡迎，明認自己在世上只是咩呢？外邦人同客旅嚟嘅啫。的確。那些說這樣話的人，表示自己是在尋求一個家鄉。第15節，如果他們所懷念、所離開，即係懷念離開咗嗰個家鄉呢，佢哋仲有返回嘅機會，係嘛？即係嗱嗱聲調轉頭翻屋企咯。如果佢所盼望係自己嘅家鄉，咁唔係。咁啊，實在他們如今所渴望嘅係一個更美的家鄉，即天上的家鄉。嘅意思係解乜嘢？就話天主應許俾亞巴郎大部分嘅祝福喺佢死嘅時候係仍然乜嘢？仍然屬於未見之事。不過佢好得意喎，佢又自己同自己咁樣相信咩呢？自己在世上係外方係客旅嚟嘅啫。佢話天主應許我嘅係一樣得，一定會得嘅。於是乎佢開始盼望乜嘢？盼望就係話一個更美麗嘅家鄉，呢個梗係天上的家鄉，明唔明啊？所以聖經喺第16節嗰度同我哋講，佢為此天主自稱他們的天主，也不以他們為羞恥，因為天主真係為佢預備咗一座城，喺咪度啊？呢座城其實就係天上嘅耶路撒冷。喺呢處咧，我想大家諗一諗，對於亞巴郎嗰個時代嚟講，佢哋有冇死人復活呢個觀念啊？有冇天上家鄉嗰個觀念啊？未有。但係信德係讓佢嗰份嘅相信一路都唔得，佢一路憑住信，佢天主帶領佢去盼望一啲喺佢個年代冇人敢盼望嘅嘢，明唔明啊？佢能夠盼望，我而家得唔到，遲啲實得到，遲啲得到會唔會係地面嘅家鄉咧？會嘅，但係佢可能呢個城，佢俾我嘅家鄉係天上嘅家鄉，嗰座城係佢自己建嘅，明唔明嗰個意思啊？嗱，喺呢度咧，我好想同大家睇一樣嘢，呢個係天主嘅應許嚟。呢個應許就話人點樣信，天主就點樣實現。呢個咧我係冇預備嘅，又係大家揭去新約馬爾谷11，馬爾谷11章。1576頁，11章嘅20節，唔係11章嘅22節。呢個不如我讀啊！11章22節，我係講緊馬爾谷嚇，1576頁，打橫嘅唔知，打橫嘅係幾多？192，唔該，192。嗱，耶穌同門徒咁樣講，揾到嗎？馬
馬爾谷11章22節，記得11章先，然之後22節，得唔得？得晒。耶穌咁樣同門徒哋講：你們對天主當有信德。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邊一個人對呢座山講起來投到海裏，如果佢心裏邊不懷疑，反相信他說的必成就，就必給他成就。明唔明嗰個意思啊？嗱，你唔好當耶穌同你玩喎，應許嚟嘅喎。意思即係話，我當然啦，你話即係呢座山投到海，佢係一個比喻嚟嘅啫。比喻意思即係話，一座山投到海難唔難啊？好難㗎，冇可能㗎。珠穆朗瑪峰咁，即係喜馬拉雅山然之後咧就叫天主咧拎咗落去太平洋咁，係代表好難同埋冇可能嘅意思。但係如果你心裏邊相信天主會成就嘅，你信得過會成就。天主話：我就按你嘅相信嚟成就。但係你點樣會信得過你所求嘅必成就呢？嗱，呢個係要門啦。除非你好明白天主嘅心意，除非你所求嘅係喺聖經裏邊天主想我哋做嘅嘢。譬如我喺愛德嘅功課裏邊，喺愛德嘅功夫裏邊，我做唔到，我冇可能寬恕嗰個人嘅。如果要寬恕嗰個人啊，天跌落嚟啦！但你試下求啊！主啊，我知道你會幫我，我知道你係一個創天造地嘅神，你做我出嚟嘅，你係一個寬闊嘅神。只要你俾我經驗到你嘅愛，只要你俾我經驗到你喺我生命上邊寬恕過我咁多無數次，如果你俾我經驗得到你嘅真實，我改到㗎，我可以寬恕㗎。但你要幫我，我信得過，只要你幫我一定得。你試下咁求啊啦，讓求你俾我經驗你。呢個就係例子啦，即係我寬恕到佢啊，天跌落嚟啦咁，比喻啫嘛，唔係真係天跌落嚟啊嘛，即係話呢個山去投落個海，比喻啫，就話幾冇可能嘅嘢。但係如果你信得過天主會咁幫你嘅，而你咁求，天主咪幫你。所以呢句經文唔係同大家講笑㗎，係一個應許嚟嘅。你咁做，天主就點啊？就咁回應㗎啦。咩叫應許啊？大家明咩叫應許？唔係舊約有應許啊，新約冚唪唥書信，即係所有即係新約裏邊即係充滿啊，應該講充滿住天主嘅應許。但我哋懂唔懂得按住佢嘅應許嚟到得福咧？呢個就係你同我信唔信，得唔得？所以呢句經文係16節，為此天主自稱為佢哋嘅天主係一啲都唔羞恥。點解唔羞恥嘅？因為天主能夠按住佢嘅信嚟到去成就佢所信嘅。明唔明咩叫唔羞恥啊？即係唔會話哇呢個天主唔掂嘅。你睇下 Abraham 咁信，佢都唔能夠按住 Abraham 嘅信嚟到去成就。明唔明啊？呢句説話意思即係天主唔會 ashamed of himself， 即係話天主真係大能嘅。佢稱自己為 Abraham 嘅天主，唔會覺得俾人笑，唔會覺得羞恥。點解啊？因為天主真係有能力同埋信實，按住 Abraham 能夠信嘅，佢真係為佢預備一座城。呢座城係乜嘢？就係美好的家鄉，天上美好的家鄉。Abraham 肯咁樣信，
天主就有辦法咁樣成就。今日你都係，應許都係咁成就。我哋一陣間先反省我哋嘅信好嘛，但要記住，你按住天主俾你嘅應許，你咁樣信，你咁樣生活，我話俾你聽就會咁樣成就，得唔得？鼓唔鼓勵啊？你鼓勵啊？都未講尾，你就已經話鼓勵啦。好，到目前為止，大家有冇瞌眼瞓？瞌眼瞓嗰個都唔識答我啦，佢瞌咗眼瞓咯。你哋又俾我陰到啦！瞌眼瞓嗰個已經咕咕聲啦，先答我咧。大家明唔明？嗱，唔明咧又唔問咧，你就好蝕底嘅啦！你翻到屋企都唔知，都漏咗乜橛係咪？咁所以咧要明晒先翻屋企㗎嘛。所以呢一段經文嘅第二部分就係因信成義。亞巴郎因着信德，天主真係為佢預備咗一隻城，係天上嘅聖城耶路撒冷。所以我哋要記住，你點樣信，天主就點樣成就。哦，簡單嚟講咧，義就係義人嘅啫，即係喺舊約裏邊嘅觀念咧，你係義人咧，你就得祝福、得保守、得天主嘅應許咁樣。喺新約裏邊呢個義咧，就係成為義人嘅意思咧，你就得救嘅，得救，得着拯救。好啦，最尾一個生命見證咧係亞巴郎信天主嘅命嘅聽命去獻佢嘅仔伊撒格呢件事啦，大家都好熟噶啦，係咪啊？好，嗱我哋睇希伯來人書11章嘅17至到19。因着信德，亞巴郎在受試探的時候，獻上了伊撒格，就是那承受了恩許的人，獻上了自己的獨生子。原來天主曾向他說過，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稱為你的後裔。他想天主也有使人從死者中復活的能力，為此他又把伊撒格得了回來，以作預像。唔該。喺呢幾節經文裏邊咧，我又係分兩部分喎。第一部分就係因着信德，亞巴郎對天主嘅試探有咩回應咧？咁第二部分就係話因信成義。Abraham 因着信德，天主稱佢為義人，使佢得救。我哋解第17節先。亞巴郎在受試探嘅時候，嗱，天主擺明係試探佢喎，獻上了佢嘅仔仔獨生仔伊撒格。伊撒格係邊個咧？佢介紹一下，就係承受了天主恩許嘅人，因為天主應許過亞巴郎話呢個仔咧，先至係承繼你所有祝福嘅一個人。而家天主要佢獻上自己嘅獨生子。嗱，喺呢個經文裏邊咧，我哋學到啲乜嘢咧？天主要求亞巴郎將佢嘅獨生子伊撒格帶到去一座山上邊，呢座山叫做咩山咧？係叫做摩黎雅山。然後咧，將佢作為犧牲獻為全燔祭咁。原來天主咁樣嘅要求咧，係個試探，聖經講咗啦，去試探亞巴郎嘅信心啦，當然。不過天主對亞巴郎呢個考驗係非常嚴峻啊，我覺得。點解咧？咁嗱，我哋又好似分析諾厄咁嚟分析下，點解呢個試驗難咧？第一，佢要求一個慈父殺獨生子，喺人嚟睇合唔合人嘅情理啊？唔合人嘅情理，合唔合邏輯咧？唔合邏輯。第二，天主今次嘅要求似乎咧，係同佢以前嘅承諾係互相矛盾嘅，因為天主曾同亞巴郎講過，佢話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稱為你的後裔咁。喺創世記21章12節係咁講。
而家又點啊？而家天主又話：喂，你殺咗呢一個應許之子，殺咗佢，你祭獻俾我。嗱，佢嘅後裔咁從邊個而嚟咧？你明唔明嗰個意思啊？即係佢喺早期咧，天主咧就應許話呢個仔咧先係你嘅後裔嚇。以後嘅祝福咧係由佢一路咁傳落去俾你啲孫啊、侄啊咁樣噶啦。咁而家咧冇幾耐咧，過咗一段時期咧，天主又話：嗱，將你呢一個應許之子承繼你嘅仔殺咗佢啦。嗱，對於 Abraham 嚟講咧係混亂喎，係矛盾喎。點解天主嘅應許會矛盾嘅咧？喂，如果殺咗咁第日邊個承繼我咧？殺咗佢，咁嗰啲祝福邊個承繼咧？咁點解佢又話祝福我咧？即係好多嘢係會混亂啊同埋矛盾。你知唔知啊？如果人咧對天主產生懷疑啊、困惑啊，係嘛？又加上佢錫個仔啦，因為個仔都有10幾歲㗎啦嗰陣嚇。一般人咧好容易就揾到藉口嚟到去推遲天主嗰個旨意，意思即係話唔係嘅，天主可能講錯啫，或者唔係嘅，我可能聽錯嘅啫，明唔明啊？好多藉口，因為第一你錫個仔你唔捨得，第二就係、天主前後嗰啲嘢好似唔係好夾啊，咁於是乎我哋就會點啊？困惑加上錫個仔，於是乎就唔係嘅。我哋好中意講，唔係咁嘅，會唔會啊？仲有艱難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天主冇要求亞巴郎喺佢屋企嘅後院殺咗個仔，咁佢都係一時衝動，冧聲係嘅，咪殺啦咁。唔係，你知唔知由 Abraham 住嘅地方去呢一個山係要幾多日旅程啊？3日旅程，意思即係話喺呢3日裏邊，亞巴郎係有足夠嘅時間。去思想啦，去分析啦，去掙扎啦，然之後去到最收尾就點啊？拒絕，因為你越長時間係越唔捨得，有時都會一時衝動，捐就捐啦，咁有時個心裏邊又捐啲錢咁，哇好肉赤啊咁，一時衝動俾就俾啦，個奉獻袋都嚟咗啦，咁抌完之後就後悔嗰啲啊，但係俾時間你諗，哇都係唔好啦，唔使俾咁多啩咁，或者分開啲都得嘅係嘛？即係你好多嘅心裏邊嘅掙扎，心裏邊嘅盤算、分析、懷疑，去到最收尾你就拒絕。所以天主去試探佢係喺呢件事上邊，我話俾大家聽係難嘅一件事嚟嘅，係咪啊？第18節，聖經咁話：原來天主曾向他說過，只有由依撒格所生的才稱為你的後裔。Abraham 咁點諗啊？他想天主也是使人從死者中，天主有啊，使人從死者中復活的能力。呢節經文話俾我哋聽咩呢？就係話亞巴郎能夠勝過考驗，原因亦都係得一個，佢相信天主所應許嘅一定成就。雖然佢而家係冇辦法明白呢啲應許點成就，佢冇辦法明白天主點解講一套，即係之前講一套，而家要佢做另外一套，佢唔明白。不過佢既然知道天主曾向佢啟示過，由依撒格所生嘅先至係佢嘅後裔，咁樣佢就諗乜嘢？佢就諗到天主自然有能力啦，有辦法啦，可以將自己個應許能夠成就，甚至乎佢諗到啦，天主也有使人從死者中復活的能力，明唔明啊？意思即係話佢嘅信心使佢相信一啲喺當代嘅人冇辦法相信嘅事，就係、天主係能夠使人從死者中復活，得唔得啊？嗱，呢個就係信心嗰份嘅爆炸力。冇，但係點解會諗到呢？因為佢左思右想，一方
方面，天主話你呢個仔咧先係承繼你嘅，你係得呢個後裔嘅啫。但係你一定有子子孫孫啊，如沙粒咁多係咪？天上嘅星、地下嘅沙咁多。咁你信啊嘛？你信咪就係知道呢個世界唔會死嘅，死就唔會有咁多子孫啦。不過而家同時期就係話你要殺咗你個仔，咁佢喺度諗啦，點解咁咧？頭先我嘅意思就係讓大家去代入去亞巴郎嗰個嘅困惑當中。好多人喺咁樣困惑當中就點啊？掙扎之後困惑，佢話我唔信啦，算，我諗多咗嘅啫。但係佢嘅喺困惑裏邊就話嗱，個子孫佢一定有好多子孫㗎啦，我係佢生嘅，但佢而家要我殺咗個仔喎，咁佢諗啦，唔係嘅，殺咗都冇事嘅，翻生嘅，就係咁簡單㗎咋。明唔明嗰個意思啊？殺咗都唔驚，殺咗都翻生，咁咪殺咯。我話俾大家聽啊，天主好多時俾我哋嘅應許或者吩咐我哋做嘅嘢，係我哋唔明白㗎。因為我哋嘅理解係有限，點同無限嗰個天主嚟到去相比較、相提並論，下下都要明晒先做咧，唔使做嘅，係嘛？大家好多時都岌頭啊！我一陣間會同大家都分享一啲，即係點講啊？開放嘅時間同大家一齊去研究一下，喺聖經裏邊，天主有幾多次吩咐我哋做嘅嘢係合理啫？復活呢個字喺新約先見到嘅。聖科喺希伯來書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演繹翻祖先嗰個心態，演繹翻耶穌基督嗰個復活嗰個預，即係嗰個係即係説服翻啲猶太人嗰邊人係，可唔可以咁樣講？可以嗱，希伯來人書咧就唔肯定係聖保祿寫嘅而家。以前咧好早期咧都會覺得呢個書係聖保祿寫嘅，但係而家咧我哋只係講希伯來人書作者嘅啫，因為都唔肯定係聖保祿寫嘅。從死者中復活嘅概念咧，喺 Abraham 嘅時候咧，的確係冇乜點出現嘅，冇乜出現嘅，係去到舊約嘅好尾期咧，先至有少少。或者係馬加伯年代咧，先至開始話我哋為咗主唔食祭肉死啦咁天主係會使我哋復生嘅咁先有啲嘅概念出嚟嘅啫，即係舊約嘅尾少少，但係喺舊約嘅前期咧，我就唔覺得佢哋係有呢一個從死者中復活嗰個嘅觀念出嚟嘅，得唔得啊？但係佢喺嗰個時間咧，佢諗到冇得好諗啊！死咗都翻生啊！得唔得？嗱，第二部分啦喎，呢幾句説話嘅第二部分就係咩咧？第19節，為此他又把依撒格得了回來作預像添啊！佢唔係話得了回來啊！大家知道嗰件事點發生㗎啦，係嘛？等佢舉刀想殺個仔嘅時候，天主話：唔使喺嗰度，我為你預備咗一隻羊，係嘛？一隻公羊。咩叫作預像咧？意思即係話佢不但止，天主係為佢準備咗一隻羊，使佢嘅孩子即係依撒格啦，唔使死啦，有隻羊代替佢啦。甚至乎呢個依撒格成為主耶穌死而復生嘅預像啊！點解啊？因為去到新約嘅時候，呢隻羔羊係代替咗我哋基督徒，係嘛？代替我哋基督徒，使我哋基督徒得而復生啊嘛。咁如果你話因隻羔羊死而復生嘅依撒格，其實係第一個添啊！當然係預像啦，預像係咯。所以嗰啲説講
為此，他又把伊撒格得了回來，以作預像，就係、基督徒將來，如果我哋係願意跟隨 Abraham 嗰個信德，我哋都成為佢嘅後裔，記唔記得？新約我哋咪亞巴郎後裔嘅，我哋叫亞巴郎後裔，咪即係等於咩啊？等於我哋係伊撒格咯。我哋伊撒格係咩嘢身份啊？係盟約之子咯。我啱啱上個星期六咧喺聖母聖衣嗰度就講伊撒格。伊撒格係我哋新約基督徒嘅預像，我哋大家都係盟約之子，係嘛？因為我哋都同樣同伊撒格一樣係亞巴郎嘅子孫，憑信我哋成為亞巴郎嘅子孫。所以同伊撒格係一樣成為盟約之子，係福氣嘅承繼人，係祝福嘅承繼人。所以呢度話又把伊撒格得了回來作預像，所以其實就係伊撒格成咗主耶穌死而復生呢個奧蹟嘅預像，亦都係我哋基督徒係嘛嘅得救嘅預像。當然啦，信德之父呢個美名咧，亦都係因為佢呢個嘅信德而被天主所賞賜嘅。所以我哋大家都知道 Abraham 係信德咩啊？信德之父嗬。到目前為止，大家有冇問題？冇問題嗬。冇問題咧，我就同大家去講少少總結先嚇。信德係指咩咧？信德係指人對天主嘅一份信任嘅態度同埋選擇嚟嘅。無論天主嘅應許對人嚟講係未見之事，係希望嘅事嚟嘅啫，未發生嘅，未掌握得到嘅。亦無論天主嘅吩咐對人嚟講係幾咁唔合情理、唔合邏輯，或者無論天主嘅吩咐係有幾咁艱難同埋困惑嘅都好咧，有信德嘅人咧，總係會咩啊？滿懷希望，或者滿懷敬畏。頭先咪講懷着敬畏嘅講，用順服嘅心嚟到去聽天主嘅説話，忍耐住艱難，而完成呢個嘅吩咐。仲有喎，大家要記住喎，天主嘅應許好可能係遲都唔實現嘅喎，遲都唔落實嘅喎，需要人好有耐性咁樣等候嘅。呢啲咧就係聖經所講得救嘅信德，使人得救嘅信德，得唔得？明白我意思啦？呢個信德就有呢啲嘅內涵嘅。好啦，我而家去到最收尾咧，係一個反省嘅部分。我想同大家喺呢度反省一下。我提出兩個問題同大家反省。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天主俾諾厄同亞巴郎嘅應許，最收尾有冇實現到啊？有冇？有。當然喺亞巴郎嘅年代，有一啲嘢係未實現，到佢死都未實現。但係由我哋而家咁多千年之後，望翻去後邊，天主俾 Abraham 所有嘅應許都實現晒，係咪啊？我哋睇一個經文，我哋睇約蘇厄書21章45節，約蘇厄書21章。最尾21章，好尾㗎啦。313，約蘇厄書21章45節，21章45節。唔明白啊！真係唔明白，咁叻嘅。約書亞書21章42節。啊？佢明啊嘛，咁佢一代邊個？45節，佢呢度佢話上主向以色列家所應許賜福的話，沒有一句落空，全部應驗了。係咪度啊？呢個係約書亞第
即係喺佢哋嗰個時代嘅人，經驗咗天主咁耐，經驗咗天主乜嘢啊？經驗咗天主由埃及帶咗佢哋出嚟，經過紅海，喺荒野裏邊好多10年，兜轉轉，最收尾入咗福地，入咗。然之後佢就講呢一句：上主向以色列家應許賜福的話，沒有一句落空，唔係沒有一句落空，全部應驗了。我想話俾大家聽，天主應許佢哋入呢一個應許地，係咪一入啊入啊？去到約蘇厄都未入到啊，梅瑟死啦，到約蘇厄，你知唔知佢哋要打幾多場仗先入到去啊？你估真係個應許話俾你聽有，咁你瞓醒覺聽日就有啊？唔係啊，要大家剛強壯膽，堅持苦難，明唔明啊？加上天主嘅恩寵，咁樣去成就應許嘅。所以第一點，我想大家反省嘅就係話，天主俾諾厄、俾亞巴郎同埋以色列家一切應許的話，係沒有一句落空，全部應驗了。呢個係一個信實嘅天主，得唔得？第二步，我想同大家反省就關你事關我事啦。就係喺新約聖經裏邊咧，大家諗下話啲俾我聽，天主有啲咩應許俾過我哋，使我哋憑住信而生活，我哋就可以得永生。即係有啲咩永生的應許，簡單啲，舉下例俾我聽下。因信我就可以成義得救。有咩嘢？譬如好簡單啦，我講俾你聽先。由我講先，幫助大家反省。譬如我哋中途信經裏邊有一句：我信常生啊嘛，係嘛？呢個應許嚟嘅喎。你信常有常生，意思即係話天主應許咗我哋有乜嘢？有永生啊嘛，係咪啊？你信唔信啊？真係信啦。OK， 如果我哋真係喺心裏邊信天主會應許我哋有永生嘅話，你有冇憑住呢個信嚟到生活呢？譬如我話，因為你信有永生，你會輕看今生啊，係嘛？輕看係輕看今生喺物質裏邊，或者輕看今生發生喺自己身上嘅嘢，明唔明嗰個意思啊？因為你掌握永恆，看重永恆，你今生嘅嘢就嚟得咩啊？輕鬆，冇錯。譬如我話喺天國裏邊要積財寶咁。如果你信得過有永生，喺永生裏邊嗰啲財寶先至係真實嘅。咁你今生嘅財寶你係唔會輕看啦。山中聖訓都有講啦，係嘛？地面上嘅財產有獸食，有蟲蛀，有賊偷。即係話你輕看今生嘅，看重嘅咩咧？天上的財寶。我想問下大家。你有幾輕看地上嘅財寶？你有幾看重天上嘅財寶？嗱，因為你頭先話俾我聽，你信有永生啊嘛。信有個特質係乜嘢啊？係你嘅生命、你嘅生活行為係配合你嘅信啊嘛。你信得過，你今生都就拜拜嘅，可能呢餐都拜拜嘅，係短暫噶嘛。你揦唔住任何嘢噶嘛。咁點解仲要攞住任何嘢咧？好似我講嬲人咁樣，嬲好嬲嗰個人。嗱，如果你信得過，大家都係好似 Abraham 講，大家只不過係客旅嚟嘅啫嘛，寄居嘅啫嘛，有咩咁大傻口啫？係嘛？我同你今日相聚，過2日同你。是但一個走咗都得噶嘛？有咩咁大仇口咧？
客旅嚟嘅啫嘛。就算你同你好親嘅親人，好多時我哋同親人先過唔去啊嚇。就算你嘅親人，放佢一馬又如何啫？放佢一馬又如何啫？佢唔走你走㗎啦。你同佢禱告又如何啫？你同佢禱告，以至到佢真係能夠改變，我哋大家都能夠享受永生，係咪好啲呢？起碼永生裏邊多個好人，冇咁悶啊！人多啲係咪熱鬧啲啊？你有幾多次係為你好憎嘅人去祈求，使佢得永生嘅？明唔明啊？或者好多嘢冇咁執着嘅，點解冇咁執着啊？過去嘅啫嘛，買件衫着得好啲啦，係咪啊？着得冇咁好，咪又冇咁好咯。佢遲早擺低㗎啦。個仔娶咗新抱，冇咁錫你喎。嗱，即係我真係冇福氣，個仔未娶到房㗎。雖然我仔已經30幾歲啦。係咪啊？真係啊！咁又如何啫？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就算佢係冇咁錫你，咁冇咁錫咯，橫掂都要過去㗎啦。但係我相信永恆，我看輕世界嘅物件、人啊、事啊、物，我看輕，唔等於我唔積極喎。因為我就走落喺呢個人世裏邊又唔耐嘅，點解我唔將現世裏邊嘅身心靈努力嘅去為主俾主使用，以至到我而家所做嘅用有限嘅生命所做嘅嘢係有永恆價值，有永恆價值。第日去到天國，如果你信，你回頭睇，你買過咩衫咩袋，你唔記得嘅。你食過邊餐好味嘅，你去到邊度遊浮，你唔係好記得嘅可能。或者你記得你去過嗰笪地方，但係喺當中嗰啲點樣開心，你唔記得嘅。我自己就係啦，去完之後咧，攞翻啲相睇，我係我去過喎。但錢就使咗喎，唔少添喎。但係你喺永恆裏邊回頭睇，你唔係好珍惜嗰啲嘅。但係你珍惜嘅係你喺今生裏邊與主一齊作個工。你喺同主作工嘅時候，你得着安慰，你得着引導。你傷心難過嘅時候，得着擁抱。基督為你抹眼淚，呢啲你記得，因為有永恆價值，係咪啊？明唔明我意思啊？如果你信永恆，你係咪會做好多關於永恆之後嘅事啊？但係如果你話你信永恆，但你而家所作嘅事冇一樣嘢係為永恆嘅生命嚟到作準備嘅。你又問自己到底係咪真係信？永恆好唔合邏輯喎，邊有死人復活㗎？未見過，係㗎。天主俾你啲應許係唔合邏輯㗎。你話未見有排啦，係未見嘅事嚟㗎，未發生嘅，未掌握㗎，你信唔信啊？唔合人嘅情理㗎，係㗎。喂，仲係好艱難添喎！你因為要信永生，你跟住主走一條路係窄路喎，係十架道路喎，好難嘅喎，冇乜可能嘅喎，走到尾都要咁嚟跟隨主，冇乜可能嘅喎，冇可能到好似諾厄建造方舟咁難。但係諾厄因着信，佢將冇可能嘅事成為有可能。明唔明我講啊？我就係其中用聖經一個應許啫。就係問大家，你信唔信有永生？真係信定係假假意信？係頭腦嘅層面你信啦。
定你真係要喺信裏邊用生命擺上，用生命配合。我話俾你聽，信德如果冇生命配合，雅各伯頭先同你講乜嘢？你嘅信德係死嘅。對唔住，我唔應該咁講。但係既然聖經係咁講，你又肯嚟聽嘅，我咪直接講俾你聽。如果你話信嗰樣嘢，而你冇生命配合嘅，你嘅信德係死嘅，假嘅。諗清楚，以後咧念中途信經嘅時候，你諗清楚，嗰度有12個信嘅 element 喺裏邊嘅，係咪真係信？得唔得？仲使唔使舉其他例子？舉多個。好，舉多個咩好咧？我哋揭聖經。若望啦，好多嘅，不過是但啦。若望15，呢個大家都識㗎啦。1668 Brenda 你明喎？因為我知道有啲係未洗禮嘅，未揭過經乜滯嘅，所以我要問下佢哋，你明唔明？15章1668頁，若望福音。第幾節？大家有時間㗎嘛？係咪啊？有時間嗬，係咪可以去到5點㗎？5點。OK。而家4點答5啫。我哋睇第7節啦。葡萄樹、葡萄枝嘅比喻。佢上文係講緊耶穌話：我係葡萄樹，天父係園丁，你哋係乜嘢？係佢身體上面嘅枝子，即係葡萄樹嘅枝。你如果喺我生命裏邊嘅話咧，你會結果子。然之後去到第7節。你們如果住在我內，而我的話又住在你們內，如此你們願意求什麼，求吧，必給你們成就。嗱，呢個係一個應許。你住在我內，我的話住在你內。佢的話係咩話？佢嘅話係咩教訓？佢嘅話係教我哋乜嘢啊？睇上文啊嗱，上文14章。21節，上文啫嘛，褪上100，14章21節。如果揭唔到唔緊要，你聽我講，你聽我讀，因為有一啲係唔慣咧，可能揭唔到。21節佢咁講，佢話接受我嘅命令又遵守的，就係愛我。誰愛我，我的父也愛他，我們也愛他，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然之後第23節跳後2節，耶穌再重複講：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睇咩㗎？嗱，又係嗰個話字咯喎。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那不愛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話。睇咩㗎？又係呢個話字咯喎。咁呢個話到底係咩話咧？我哋跳落去12節，15章12節，15章12節就係個下文嚟嘅啫。我中意你哋揭聖經就係咁樣，你哋可以睇到喺嗰一本書裏邊，喺一本聖經裏邊上下文嗰個距離其實好短嘅。有時你哋喺手機咧，你 flip 嚟 flip 去咧，你唔覺得嗰個上下文有幾近啊？所以經就唔係，即係一本書嘅聖經就唔係。你睇到14章。係上少少啫嘛，係嘛？其實佢係楞住嗰個信息同你講，去到15章，然之後第7節就話：你住喺我裏邊，我的話喺你裏邊，你求乜都得喎，發唔發達啊？然之後第12節，大家睇15章12節，這就是我的命令。嗱，呢個係佢嘅話啦，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
大家再跳落去第16節。不是你們揀選我，而是我揀選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子，睇唔睇啊？果實就係葡萄樹嗰度個果實，去結那常存的果實。如此，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佢都會賜俾你。這就是我的命令，你們應該咩啊？冇錯，意思即係話，如果你聽耶穌俾我哋嘅話係乜嘢啊？就係彼此相愛。如果你喺呢個功課上邊有艱難，你喺呢個功課上邊碰到你處理唔到嘅事嘅時候，你冇能力嘅時候，你就求啦，求乜都得，係咪啊？冇錯，記住求乜都得。不過喺嗰個文理上邊就唔係話我要發達，我今晚唔想煮飯，但係有雞髀，唔係呢個文理啊！我最憎煮飯啊！所以如果話求乜都得發達，我今日唔使煮咪有雞髀有魚。唔係啊，嗰個文理就係話你要聽我嘅話，喺咁樣嘅狀況下邊，你求乜都得。呢個話就係彼此相愛。所以話俾你聽，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係好美麗，佢叫我哋做嘢係冇可能，即係唔會俾冇可能嘅嘢我哋去做。睇起上嚟冇可能，但係有佢幫助。係將冇可能成為可能，彼此相愛係冇可能做嘅事，用佢嘅愛嚟去彼此相愛係冇可能，係咪啊？但係佢話乜嘢？你求，你夠膽求，我夠膽幫。你點樣求，我點樣幫。配合馬爾谷頭先嗰句説話，你叫呢座山去個海度，簡單啲我講，你個天跌落嚟。咁難都得，你信唔信？咁你求唔求啊？你咪真係信啊？你真係信就真係求咯，真係求咪真係得咯。我恐怕我哋唔係好信，所以我哋唔係好求。以至我哋嬲嘅人係仍然繼續嬲佢。彼此相愛功課係原地踏步。因為我哋唔信，得唔得？明唔明嗰個意思啊？仲有嘅，揭前一版14章1667，我哋睇12節先啦，14章12節，1667 12節，14章。都係若望下，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信我的，我所做嘅事業，他也要做，並且還要作比這些更大的事業，因為我往父那裡去。喺咁樣嘅狀況下，你們因我嘅名，無論求什麼，我必前行，為叫父在子身上獲得光榮。睇唔睇到？又係你求乜我都俾。乜嘢文理啊？佢個文理係咩？佢 context 係乜嘢？你要信我，我所做嘅你都做。佢做乜嘢啊？耶穌基督做乜嘢？愛嘅功課，愛嘅功課係嘛？耶穌基督一生係做愛嘅功課。仲有15節，你知唔知道隔冇幾多節就係一個應許，隔冇幾多節就係一個應許啊？佢驚你即係讀漏咗啊！第15節，如果你愛我，你們愛我，就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他必會賜給你另外一位護慰者，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聽到啊？意思即係話，你如果真係去聽我嘅説話，佢嘅説話就係彼此相愛啦。我求父賜一位護慰者，呢位護慰者係永遠與你同在。呢位護慰者我大家知道係聖神。當你喺咁樣嘅文理裏邊，喺咁嘅意思裏邊，係嘛？你踐行佢嘅彼此相愛呢一個功課嘅時候，呢個護慰者呢個聖神係會有求必應，係會俾大家力量。所以下一次
你哋有困難去學彼此相愛嘅時候，我哋只要求你話主啊，喺若望福音你咁樣應許，唔係容易做。我哋知道諾厄唔容易起方舟，亞巴郎唔容易離開家鄉，唔容易去獻佢個仔伊撒格，冇一個人容易走呢條路，係難嘅。但係有天主嘅幫助，只要你信，佢會幫你成就冇可能成就到嘅事。幾難寬恕，天跌落嚟啊，寬恕到，佢都幫你做，佢都幫助你。或者傳福音嘅事業，呢度係有講講第12節，14章12，佢話：我所做，你所信我所做嘅事業，你們也要做，且要作這更大嘅事業。除咗愛嘅事業之外，好明顯就係福傳嘅事業，福傳。我話俾你聽，我喺26年前，我係唔識聖經嘅。我嗰時已經喺澳洲，嗰時我都未有一個唐人神父添啊！我哋墨爾本當時只有一個好老嘅講國語嘅神父，係一個月先嚟一次，同我哋講下啲國語道理，我都唔知佢講乜嘅其實，因為佢啲國語好難聽。我有一次喺彌撒裏面，咁我就講，我話我哋呢度啲信徒真係好似冇牧羊人嘅羊，主啊，你幫助我哋，你使我明白你嘅聖經。咁我當時咧就起身領聖體，一起嘅時候咧，其他啲人都起嘛，我係比較前嗰啲位。我起嘅時候咧，其他啲人開始起，我一望過去嘅時候咧，好似一個禾場咁啊！即係有啲起，有啲未起，即係有啲高，即係人啊，成個人海咁樣啊！即係有啲起咗身，有啲冇起身，就係好似一個禾場，啲風吹嘅時候咁樣喐動嘅嗰班人。突然之間喺我心裏邊就係話：係啊，莊稼熟，工人少。所以我由嗰時開始，我就去報名讀神學。我啲英文好水平㗎，你知唔知道我讀神學嘅時候，揭開嗰本英文書，即係本都係英文書啦。揭開嗰啲書，一行裏邊起碼有3個字唔識嘅。咁你知有好多行先要揭咗個版㗎嘛？我揸住本字典。逐個字查，你知唔知道查字典係好痛苦一件事？因為佢一個字有5個解釋俾你嘅，你都唔知呢一句説話佢係想要邊個解釋。我係要呢個解釋唔多似喎，咁啊拍咗呢個解釋啦，再諗下啱唔啱？呢都唔啱喎。逐個解釋嚟到配合嗰一版書嗰一行嘅字，到底邊一個解釋先至配得上嗰行嘅字？我如是者就咁樣讀咗好多年，即係人哋一個 degree 一期係讀4科，即係啲大學生啊，一期係讀4個 unit， 我一期讀2個 unit， 有時一期讀1個 unit， 我拉咗好多年先讀得晒，即係拉牛上樹就係呢種，拉咗幾多年先叫讀完。對於我嚟講係冇可能嘅事，上堂頭都唔知先生講乜，佢噏嗰啲英文。放學問先生，你頭先講嗰幾個字，即係其實咩字？你講咗好多次，即係我唔係個個字問，梗係有啲字係成日講咗10幾次㗎，即係好重要啦。我都唔知佢講邊個，明唔明啊？放咗學啊問嗰啲神父啊，即係係咪神父讀嘅，係咪啲修士 brothers 讀嘅，咁揾個好相語嘅，咁就成日都問住佢㗎。但係又我話俾你聽，天主派好多天使俾我，如是者咁幫我讀咗咁多年，卒之就合格。冇可能㗎，喺人裏邊嚟睇，好多年。
冇可能成為可能。我因為要讀咗嗰啲書，我先至可以人哋放心我去講聖經。唔讀唔得，我唔係想讀，我唔係一個好學嘅人嚟嘅，但係唔讀唔得。我為咗要傳呢個福音，我甚至乎有啲經唔識解，你知唔知我走去人哋基督教嗰度聽？呢度聽下，嗰度聽下，嗰度聽下，唔明就走去問，再唔明就睇，後來叻啲啦嘛，啲英文好啲啦嘛，睇釋經書。去神學院裏邊時時都坐咗喺度好多個鐘，睇唔同嘅釋經書，睇到明為止。冇可能嘅可能，因為佢話乜嘢？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他也做，並且還要做更大嘅事。我真係做得更大。耶穌都冇語言嗰個困難喎，我有啦。我信得過，我求佢幫。咁我真係求。我試咗好多時啊，喊咁樣求，因為我個腰係痛到不得了。我冇可能坐2個幾鐘。一堂有時佢係坐2個幾鐘，特別晚黑嗰啲課程，因為佢趕住瞓覺啊嘛，大家都，所以個 break 係好少。佢一坐就坐2個幾鐘，教完先走。我嗰個腰骨痛到翻屋企，我真係同主喊。我話如果你唔幫我個腰骨坐得到呢2個幾鐘，我冇辦法再讀落去。我話俾你聽，禱告完之後，我係可以坐得到。當中啲神跡多到咧〜冇一句話係落空，每一句都應驗了。唔係1日，唔係2日，係26年。我個眼睛有事，我諗當中好多人都知道，或者有啲唔知道。我眼睛2隻眼都係有黃斑病，就係 wedge 嗰種濕嗰種，即係爆血管嗰隻。我要按時期要打針，係一生人要打針。咁咧，好多人都叫我唔好睇啦，唔好戴啦，唔好睇書啦。但係我就正喺嗰個期間，呢段期我打咗4年針，就係正喺呢個期間，我寫咗呢本書。我將個 mon 咧由咁細個啲電腦個 mon 咧，我換咗咁大個 mon，將一個字由100%我變到160，即係放到雞落啊咁。咁然之後，逐啲咁寫咗呢個馬爾谷嘅釋經書。當然大家如果一間買的話咧，推銷下。嗰啲錢我其實係捐咗俾董思高聖經中心。係啦，96蚊一本，不過冇得找，咁即係100啦。冇可能成為可能。當我經驗無數次冇可能成為可能嘅時候，你諗下一個人嘅信心會唔會長大？會長大。所以我哋大家而家嚟到最尾呢個部分，就係反省裏邊。我想鼓勵大家嘅就係話，當然人嘅信德漸趨成熟或者滿全係非一朝一夕嘅事，就好似一切樹木嘅種子咁樣。佢係需要時日，首先係需要時日，佢先至能夠大樹成蔭。除此之外，信德嘅成全亦都好似種子咁樣，係嘛？需要咩嘢？除咗時日，係需要講求理想嘅環境配合。譬如種子發芽，唔能夠缺少土地啦、陽光、空氣、雨水。所以人嘅信德嘅培育，同樣係唔可以缺少以下嘅嘅因素。有啲咩 elements 咧？第一，天主喺人嘅信仰每個歷程當中，特別喺我哋信心軟弱嘅當中，佢係無間斷嘅施恩寵、顯奇蹟，使人能夠經歷到佢嘅實在，以至到軟弱嘅成為剛強，怯懦嘅成為膽壯。第二部分人需要乜嘢呢？自己努力，常常點樣努力啊？祈禱啦，讀經啦，參與聖事啦，嚟到親近天主，好使到天主啊有機會啊，天主有時間啊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工作，去確證佢嘅同在，去確證佢嘅慈愛，亦都係俾機會天主點啊
去擔保佢嘅話係永不落空。所以透過天主嘅恩寵，透過人努力嘅配合，我哋嘅信德先至會慢慢進步。嗰個人才可有信心去擔保佢，有得。意思即係話，其實人同天主係一齊合作嘅。天主去確證佢嘅同在，即係當你禱告嘅時候，佢話俾你聽佢喺裏邊。佢有一兩句説話去指引你當時嘅譬如迷惑，你喺個迷惑嘅裏邊。當你祈禱咧，佢係話俾你聽，你應該咁做，你應該咁做，你唔好咁做，理由係乜嘢？當你祈禱，當你讀經咧，你會經驗到呢個真實嚇。所以咧，佢首先亦都確證俾我哋知道佢係嘅同在同埋佢嘅真實，佢嘅慈愛。咁樣我哋亦有信心去擔保佢嗰句説話，佢嘅應許係會成就，即係咁樣都得，明唔明啊？因為咧喺奧秘嘅成就過程，咩奧秘咧就係 second creation。唔知道大家明白聖保祿好中意講嘅就係第二次創造嗬，明啊？咩叫第一次創造咧？就係喺唔知幾多千萬年前，天主創天造地嘅時候，嗰個叫做第一次創造 （first creation）。喺嗰第一次創造嘅時候，邊個係主角啊？天主係主角，即係天主一句話，佢咪成就咯。即係簡單啲，天主創造萬物喺第一次嘅時候，係佢唱獨腳戲嘅，得唔得？但喺第二次創造裏邊，呢個第二次創造啊，就係當我哋洗禮，舊人死去，新人出嚟啦。呢個更新咗嘅人係一個咩嘅人啊？係一個 second creation 嘅人，係一個好似基督，唔再好似亞當嘅人。唔再好似厄娃，而好似新厄娃聖母瑪利亞嘅一個咁樣嘅新創造、新受造物。呢個新受造物叫做 second creation。今次嘅創造係咪天主唱獨腳戲啊？係。邊個有份參與啊？你知唔知道我哋幾受抬舉啊？天主係容讓我哋人能夠參與佢呢個偉大嘅創世第二次 second creation 嘅工程，我哋有份參與。你願唔願意參與？你知唔知將來個新天新地，即係頭先我問你信唔信啊？有永生。如果你信嘅話，將來嘅新天新地唔係天主自己一個人去創造。將來嘅新天新地係你有份參與嘅，明唔明啊？呢個咩家？呢個係一個成就天國滿全來臨嗰個份，有你嘅份喺裏邊，你有份擴展天國，係嘛？你有份成就呢個天國嘅來臨，你有份。唔係淨係佢唱獨角戲，所以第日喺永恆裏邊嘅時候，你知唔知你係有幾投入啊？因為你有份建立嘅呢個新天新地，你參與咗未？你開始咗未？開始咗未？你唔緊要，你而家知，你而家去參與，你而家去參與。你呢一個新造嘅受造物，係你有份去投入，你要同佢配合，你按住天主嘅吩咐，按住天主嘅旨意嚟到走你人生嘅道路，咁你就係一個新造嘅人，佢自動會幫你改變，我哋叫做 transformation， 更新改變。我知道，好，走 ，take care。明唔明我意思啊？好，大家仲有冇問題？如果冇嘅咧，我可以喺呢度結束。
係。即係等於你好靚女，咁要吸引我啦，咁我又好喜歡喎。我都同你講拍拖嘅。可能問題就係話你吸引我先啦，定我留意你先，定我追你，定你嚟引誘我先，或者你嚟吸引我先。梗係天主吸引我哋先。我先話其實天主佔主導嘅。即係如果係點講咧，信德係一間廠。梗係啦。係啦，咁如果係咁樣，我哋只不過作一個回應。係就要回應。梗係啦。但我記得上次你講一段聖經就話求天主幫助我哋不信。係。係啦，呢個可以再演繹少少，即係話如果我哋唔能夠信得過。唔能夠有呢個能力愛上天主，或者對天主有信心，係。我哋要祈求呢份。冇錯，啱㗎，係啊，冇衝突㗎，因為係佢吸引我哋，但係我哋冇留意到啊嘛。佢成日都招手啊，喺我哋生命裏面樣咁，但係我哋睇第樣多啲啊嘛，係嘛？哇咩 Prada 減價啊，我哋香港人哇排隊啊咁樣，因為我哋留意其他嘢多過天主嘛，咁所以咪建立唔起信心咯。咁好啦，有苦難嚟啦，咁我又去求天主咯喎，係嘛？但我係冇信心去求嘅，其實你好似嗰個父親咁樣，你幫得我就幫啦咁。所以耶穌喺嗰個期間就話：我若能，如果你信，乜嘢都能。咁嗰個爸爸即刻醒過嚟，俾耶穌引導佢，所以佢話：你幫我嘅不信。即係當我哋去看見自己不信嘅時候，我哋就不妨喺天主面前去承認我哋嘅不信。我信唔起，我真係驚，係咪啊？第一句學到應該學呢句先。係㗎，乜嘢都要學啦。我冇愛心啊，你幫我有愛心啊。即係其實喺爸爸面前，我哋乜都冇。喺爸爸面前，你話求邊句先都冇所謂，句句都要求。太多要求。你知唔知道其實我喺呢一次旅程咧，天主都俾我睇到我係冇信德，我係求翻嚟。點解咧？因為我第一次講咧係去堅道大堂講聖經，今次。但係我講完之後咧，我發覺自己有好多做得唔好嘅地方，無論自己嘅行為上有啲唔好，或者我帶嘅唔係好滿意啊。咁咧就已經覺得，哎呀，主啊，點解做錯晒啲嘢？咁開始咧個心有啲擔心，哇！如果一間病又點咧？喉嚨唔好又點咧？因為講咗2次喉嚨已經開始唔好啦，病又點咧？死啦！我個喉嚨時時都係個講2次就沙啦。如果以後嗰4次點咧？咁開始好大壓力啊！知唔知啊？壓力到咧〜成日個心囉囉攣，咁我就開始覺得，咦唔係喎，我點解要咁有壓力啫？呢個豈不是不信呢？咁我就開始求，我話求主寬恕我不信，求你俾我喺你裏邊真係有信心，信得過你唔會令弟兄姊妹失望，你唔會令嗰啲即係嗰啲主持，你知唔知道？譬如好似靈火嗰啲主持咁。即係佢冚唪唥 send 曬 email 出嚟。如果我當日病，你諗下佢會幾難做啊？所以我話主啊，即係咁樣成為我壓力，你知唔知啊？咁所以我求主，我話對唔住，我係冇信心，我驚，我有壓力，好重壓力。你幫我嘅信，我求咗之後真係冇幾耐，我係完全放開晒。但係我未求之前，我話俾你聽，嗰個壓力係我好辛苦，成日都坐又唔安，企又唔安樂。只要個喉嚨一沙，咁就擔心啦。個喉嚨好似有啲痛，成日都有痛咩？有冇痛咧？咁即係成日都要咁樣啊！去到個地步，我發覺唔妥啊！成日都夜晚瞓到朦朧朦朧咧，試下自己把聲。咦冇事喎，唔瞓啦，因為明明好論盡啊，我搞到嗰個地步，冇信心。我承認㗎，我承認我信心唔夠㗎，咁我求咯，唔夠咪唔夠咯。Remind 我哋咧，聖經好似有一句係講話，信係所有嘅基礎嚟嘅。究
唔知你有冇印象？好似一句咁信，即係我頭先話提一件事係信德，因為信德係所有嘅嘢基礎。所有嘅基礎，愛係愛。信德係希伯來人書有講，如果冇信德，冇人能見主面，即係要討主喜悅嘅係要有信德。係啦，大家明我意思嘛？今日嘅信德明晒係呢個意思。